最近中国偷渡来台湾的案件阁未少，外界是真烦恼，讲咱的海防有空芳。国安局长蔡明安是表示讲，未当排除中共是调工的。国安局伫520进前嘛成立专案小组来进行监控，嘛有发现有中国海警船进入金门附近的水域，阁有30只珊瑚的船伫海峡中线的西边出现。两岸情势紧张，有2个中国籍的查甫人，伫总统赖清德520就职9年之间，偷渡到金门的离丹岛被抓到。也若伫520进前，也有中国的查甫人带着伊也未成年的后生，坐秋灵船闪过雷达的侦测，对桃园的关禁红色海沙堡偷渡上岸。另外，中国网红山东凯哥也坐秋灵船偷渡到桃园，插到5星旗。对着连续发生偷渡案，国安局长蔡明安讲，520进前有成立专案小组，监控中共捕捉地带侵扰，有掌握到异常的状况。中共的海警船4艘有2度的进入到金门周边的水域来进行巡弋。那另外在海峡中线以西也有发现20-30艘中共珊瑚的铁壳船在附近活动。那因为现在是中共的休渔季，那会有那么多的珊瑚渔船的聚集，确实是一个比较为异常的样态。蔡明安讲，无排除中共是调工操作红色海沙堡进行测试，利用小船来试咱方的反应能力。因若海防的漏洞有可能变作国防的破口，国安局会甲海巡署沟通改进。李伟是关心中共伫咧520了，是毋是进行大型的军演？因为接下来这几个月份就是中共2栖部队演训的热季，所以它会不会再有这种训练活动来结合到认知作战的操作？对我们形成一种军事的外在压力。那这也是我们后续国安局跟我们情报团队会关注的重点。蔡明安认为，中共重点由训转演，即嘛短期内由演转战的可能性是无大。因若美国方面关心中共2027年具备反台能力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讲，要互中共的代价超过伊的利益，关键就是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。And I think deterrence obviously begins with Taiwan's own self-defense capabilities, and the harder they are to take militarily, the more time. 另外，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警告讲，中共连续2年伫台海大规模军演，毋是单纯的演习，是一种危险的竞赛。蔡明安是强调，会甲盟友分享情资，掌握台海上新的即时状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